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520总统就职进程。台湾制宪基金会公布上新的民调，蔡总统的满意度高达72.6%，飙起历史的新高。这个人事的布局嘛引发关心。参加台湾制宪基金会民调记者会，高宽敏被问到有海口外流总统府批件520了后，可能无续聘伊做主席。高宽敏讲有接到单局电话，秘书长有拍电话给我，讲过程唔通放弃主席啊，我有个答应。 单局17嘛，伫面册发文要离开总统府秘书长的职务，外团可能转接监察院长。基金会伫520的正式发布民调，蔡总统的满意度来到72.6%，历史新高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满意度嘛高达65.9%，即前得到民众的肯定。另外有76.2%支持台湾应该独立做一个国家，就算中国恐惊采取报复行动，也是有71.2%的民众支持制宪。 苏院长的这高民调，其实也是他留任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。苏贞昌内阁相关调整，金管会主委顾立雄要转就国安会秘书长，可是网络媒体报道指出，日前苏贞昌要求公股行库配合纾困，双方意见未合，顾立雄才离开。子虚乌有，院长事实上是相当肯定我在金管会的作为，是希望我留任金管会的，只是说因为总统一再的。 说明他对国安的一些想法，希望我去帮忙。而到立法院发表闭局感言，讲金管会主委真正无好做，率来国安会秘书长，还面对总统府遭受骇客攻击，挑战同款未少。